以下係楞嚴經卷一第二節嘅整體翻譯與綜合解釋。整體白話翻譯：呢個時候，阿難因為乞食嘅因緣，經歷咗一場劫難。一位叫摩登伽女嘅女子用斯比迦羅仙梵天咒，將阿難迷惑，仲帶佢入咗淫室。阿難嘅戒體睇住就快被毀壞。佛陀喺指桓精舍入面用神通知得呢件事，食完飯之後就即刻返嚟。佢頭頂放出百寶無畏光芒，光入面湧出千滅寶蓮，蓮花入面有一尊化身佛，結沙結楚，宣說神鋪嘅佛頂光明楞嚴神咒。之後，佛陀吩咐文殊師利菩薩持呢個神咒前往救護。文殊師利菩薩來到摩登伽女嘅處所，靠住咒語嘅力量護持住阿難同摩登伽女返到佛陀面前。綜合解釋與深層意涵。呢一節係整部《楞嚴經》嘅戲劇性轉折點，將故事推向高潮，仲引出咗最根本嘅佛法問答：一、危機嘅總爆發，知識與定力嘅徹底瓦解。第一節中，阿難獨自克屐嘅伏筆喺呢度應驗，佢被邪咒所惑，完全冇抵抗之力。呢個象徵住一個嚴峻嘅事實，淨靠廣博嘅學問、多聞同表面嘅威儀，冇辦法對治內心深層嘅無明與慾望。阿難作為多聞第一嘅典範，佢嘅遭遇證明咗佛法修行，如果淨停喺知識層面，而缺乏真實嘅證悟同定位功夫，喺根本煩惱面前係不堪一擊㗎。呢個危機係所有修行者嘅共同鏡子。二、佛陀嘅救度超越言教嘅究竟力量。面對阿難嘅危機，佛陀冇用言語說教，反而直接展現超越現象嘅究竟力量。佢頭頂放光，化佛說咒，呢個象徵住自性本具嘅杯月智慧。佛陀所說嘅楞嚴咒，代表嘅就係能破除一切無明黑暗嘅究竟堅固之智慧本身。呢個表明解決根本煩惱需要依靠呢種來自心性嘅超越相對嘅絕對力量。三、文殊嘅象徵，智慧為道，善用方便。佛陀點解唔親自前往，反而派遣文殊菩薩？呢個有深刻嘅表法意義。文殊師利代表智慧，呢個意思係真正嘅救度必須以智慧為前導。咒語係利用，係方便法門，但一定要由智慧去運用佢，先至能精準有效咁解決問題。文殊嘅成功預示住接落嚟將由佢引領阿難同所有眾生以智慧探求心性，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四、引領出核心法文。阿難經歷咗呢場生死攸關嘅羞恥與驚嚇之後，同摩登伽女一齊被帶返佛前。佢嘅內心受到極大嘅震撼，呢個為佢接落嚟嘅痛哭流涕請佛開示提供咗最強烈嘅動機。佢將會問出嗰個最核心嘅問題：點解我學咗咁多，卻完全冇真實力量？眾生流轉生死嘅根本原因係咩？成佛嘅初始發心，其根本究竟喺邊度？總結嚟講，第二節通過阿難遇難、佛陀顯咒、文殊救度，聞一段緊湊嘅情節，戲劇化地揭示咗凡夫修行包括二乘嘅致命短板，仲引出咗能擊碎呢個短板嘅究竟智慧。楞嚴咒首楞嚴三昧，佢好似一把鋒利嘅手術刀，劃開咗問題嘅擔瘡，為後續佛陀進行精微心水嘅七處精深、十番顯見等開示，準備好咗最迫切、最誠懇嘅求法者。觀點嚟講，佛陀嘅頭會放光，咒語點解能夠救阿難？可唔可以解釋？你提出嘅呢個問題非常關鍵，佢觸及咗宗教敘事與現代思維之間嘅核心差異。從現代視角去理解佛陀放光與咒語救阿難，我哋需要從象徵意義同心理機制入手。呢個遠比從字面上去理解物理光線同神插音階更為深刻。以下係一個現代觀點嘅解釋：一、關於佛陀頭頂放光、智慧嘅輻射與高階意識狀態。喺現代視覺下，呢個並唔係指物理性嘅光，而係一種極具感染力嘅象徵性語言，描述一種至高無上嘅智慧與覺悟狀態。象徵一、智慧嘅照亮。光喺人類所有文化中都係啟蒙智慧真理嘅終極象徵。佛陀嘅頭頂喺傳統中被認為係智慧嘅最高中心。
因此，頭頂放光，象徵住佛陀嘅般若智慧已經完全開啟。呢種智慧可以好似光一樣，穿透一切愚癡同黑暗。佢並唔係用來照路，而係用來眾生內心嘅蒙明。對用真正義高階意識嘅影響力，我哋可以將佛陀理解為一位達到咗意識進化巔峰嘅存在。佢嘅心靈狀態極度寧靜、澄澈，而且具有強大嘅能量場。呢種內在狀態可以通過外在嘅相被感知到。喺經典敘事中，呢種感知被描繪為放光。呢個類似於我哋形容一個充滿魅力與智慧嘅偉人，話佢氣場強大或者光芒四射。呢個係一種詩意嘅，但真實不虛嘅心理感受。黃象徵三溝通嘅媒介，呢道光芒喺佛陀與文殊菩薩智慧嘅化身之間進行超語言溝通嘅媒介。佢代表住一種純粹意識嘅傳遞，一個指令或者一個完整嘅法義，無需言語就可以喺兩位覺悟者之間完美傳達。二、關於咒語點解能夠救阿難，信息場域嘅覆蓋與心念嘅重置。咒語，特別係楞嚴咒呢樣嘅核心咒語，並唔係一個具有魔力嘅密碼，而係一個承載住極高能量同信息嘅震動系統。原理一，覆蓋與重置混亂嘅信息場。摩登家裏嘅咒語象徵住一種強大但低階嘅源於慾望嘅信息編碼，好似一個強大嘅解怨幽病毒或者細腦信息。佢侵入咗阿蘭嘅心智系統，令其陷入混亂。佛陀嘅楞嚴咒則代表宇宙中最高階、最有秩序、最清淨嘅信息編碼，好似一個終極嘅殺毒軟件或者系統重置程序。當文殊菩薩持誦呢個咒語，呢個強大嘅清淨信息場覆蓋並重置咗那個混亂污濁嘅信息場，唔係以力抗力，唔係正驅邪，用更高嘅秩序化解咗低級嘅混亂。原理二，對潛意識嘅直接干預。阿蘭當時處於被催眠般嘅非理性狀態，羅濕說教已經冇辦法喚醒佢。咒語嘅強大之處在於佢可以繞過大腦嘅理性思考，直接作用於潛意識深處，持續專注地持誦一個與最高智慧相宜嘅音聲，能夠喺最深嘅心理層面喚醒本具嘅覺性，就好似用一個強力嘅鬧鐘叫醒一個深度昏迷嘅人。原理三，與源頭嘅連接。從修行嘅角度睇，咒語係佛陀覺悟境界嘅音聲化顯現。持誦咒語就好似將自己心靈嘅收音機調頻到佛陀呢個覺悟嘅頻道。文殊菩薩作為持誦者，完美地成為咗呢個頻道嘅中繼站。通過連接呢個源頭，強大嘅正向能量流被引入情景，打破咗原來嘅負面能量結構。現代總結一個完整嘅心理與能量療癒過程。整個事件可以咁樣理解：一、診斷阿難代表佔有知識而無實證嘅知性被源於無明嘅低級程序、邪咒、劫持，系統面臨崩潰。二、方案系統嘅創造者、最高工程師佛陀從根源上發出咗一個最高權限嘅修復指令，放裝說咒。呢個指令本身就係最高階嘅殺毒軟件念嚴咒。三、執行首席工程師智慧化身文殊菩薩攜帶呢個修復程序親臨現場強行運行。四、結果低級程序被清除，被劫持嘅系統阿蘭嘅心智恢復正常，並被帶返到修復中心佛所進行徹底嘅升級同問診。呢個先引出咗後面整部楞嚴經嘅精彩開始。因此，從現代觀點睇，呢個唔係一個違反物理定律嘅神話，而係一個描述咗高階意識如何通過象徵同能量干預嚟療癒同喚醒低階混亂意識嘅深刻語言。佢強調嘅係解決根本嘅心理與精神問題，需要嘅係來自覺悟境界嘅智慧力量，而唔淨係知識同理論。